曼聯消息喺過去48個鐘頭之內咧，曼聯都同法蘭克福取得聯繫啊，表達都對艾基迪克明確嘅興趣，並收集咗所有相關嘅信息。而利物浦同埋車路士亦都喺競爭行列當中。如今曼聯亦都加入到嚟，而法蘭克福對艾基迪克嘅要價咧係達到1億歐啊。而曼聯亦都有機會能夠簽低祖雲達斯嘅華荷域，呢位塞爾維亞嘅前鋒亦都接受到自己唔喺祖雲長期嘅計劃當中嘅事實，渴望前往英超踢波，亦都將曼聯視為可行嘅下家，認為佢自己有能力適應到英超。而華荷域亦都係希望喺新東家獲得約20萬英鎊周薪嘅合同。而曼聯主教練阿摩連亦都係希望將閃電地出售拉舒福特嘅計劃遭受到重大打擊啊！因為巴塞緊計劃喺夏窗嘅尾聲階段先會開啟呢個談判，而巴塞如果喺夏天最後幾日進行交易則尋求租借方案嘅啫。而目前阿摩連同埋管理層都係迫切尋求拉舒福特嘅買家以及騰出預算嘅空間啊！